后来继续要来看是这个台北市的大东区，最近常在有这个帮派的冤家相拍。当地有一个帮派叫做太阳花，带头姓吴，25岁，公布阮一个姓廖的男子欠伊10万块无还，顶个月带一阵细汉的到迪化街去杀人。这代志已经经过1个月了，但是对方唔愿煞。开枪来报复，连续开8枪。这警方看到时阵到了，收集到犯罪证据，把这个太阳会成员总共8个人，拢总逮捕归案。警方举家时要将铁门弄破，看起来一般的人家厝内面是乌帮的组阵。玻璃拢破了，嫌犯拢被压制伫涂骹，这人拢真少年。不过，以太阳会名号伫大东区为非三做。今年2月，为了要抢土地公庙的主委，太阳会佫找几个囡仔拍现任的主委。3月份，由于因为一个姓廖查甫人欠一个姓吴的查甫人10万块拢无还，这个姓吴的查甫人就带人伫迪化街当场就拍人兼杀人，连边的大粒石头拢被当作是行凶工具，变成杀人的武器。债务的问题被他们持刀砍伤之后，而假案报复。姓廖嫌犯真不满，代志经过1个月后，伤势较好时，就举改做底情来到这个所在，直接抢命，要找姓吴的查甫人。不过当时敢一个姓杨的细汉的DNA，嫌犯虽然说开8枪，最后这个细汉的身中4枪，嫌犯后来嘛有主动投案。这件乌帮利益引起的拍人、杀人事件，警方掌握相关的证据了后，拢总将这嫌犯依照组织犯罪伤害罪嫌移送。